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今日係3月18號星期二啦，咁都先多謝大家支持啦。琴日條片講咗我喺自由亞洲嘅專欄財經策局暫告一段落，咁都見到大家好多朋友喺留言嘅支持，咁亦都有朋友笑我雖然係自吹自擂，但係都唔係即係太過分喎。咁都希望大家欣賞我之前文章入邊講嘅一啲大家好關心嘅議題，包括香港財政狀況、經濟狀況，以至係譬如係銀行體系嘅風險呢啲問題咧，都係繼續值得大家關注嘅。咁講到自由亞洲，咁我好開心見到佢哋編採嘅人員咧，仍然係努力喺新聞工作嗰個報導上咧，係繼續加強，咁似乎暫時都未有放棄，咁希望都大家支持佢哋。咁我同Simon李世民啦，喺星期一當日咧已經出咗一條啟動咗財經自由港2.0啦。咁喺Simon嘅頻道咧，大家可以睇到我哋第一集嘅分析咧，其實就係講緊內地嘅國家外匯儲備點樣分散嚟香港投資對香港資本市場嘅影響。咁大家未睇嘅咧，咁都希望可以睇返相關嘅片段啦。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啦。咁今日想講嘅內容咧，其實正正就係我本來喺自由亞洲計劃喺星期一出嘅專欄文章。咁亦都因應咗咧最新有一啲嘅發展啦，包括係恒基地產嘅前主席創辦人李兆基四叔過身，咁我就將李嘉誠、李兆基同埋鄭家純三個人咧做一個比拼，講緊到底呢啲所謂首富，佢哋三個係香港福布斯啱啱排名咧都係香港頭3位嘅首富，到底佢哋喺政治上嘅考量係點樣計算嘅咧？咁作為一個成功嘅商人喺政治因素上又點樣影響住佢哋嗰個集團嘅表現咧？咁先講四叔先啦。咁97歲高齡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唔算太差嘅一個情況啦。咁當然2019年後四叔都已經退休落嚟，咁但係我見到譬如有啲媒體嘅分享，佢譬如舊年11月都仲係喺看護可以推輪椅出去自己大宅散睇下風景，咁都其實個情況都唔算太差，因為比起另一個4大華資首富講緊鄭裕彤尾嗰幾年咧，其實喺直盛傳佢都喺醫院嗰度需要插喉，咁亦都唔係個健康太過理想。咁如果咁樣嘅情況比較咧，其實四叔個晚年97歲走咗咧，其實都唔係太差。咁講到四叔，當然大家好多金句記得啦，包括佢成日講嘅亞洲股神啦，又話自己係無牌股神。咁政治上嘅表態咧，其實四叔就唔係十分多嘅，比較多可能係喺2014年佔中期間啦，佢都講過話，譬如佔中係唔會成功嘅。咁但係相關其實佢嘅政治表態咧唔算太多嘅。咁當時亦都有一啲內地嘅文章啦，係批評包括李嘉誠、李兆基咧喺反佔中嗰個支持表態上咧係並唔足夠嘅。咁呢幾年落嚟，因為四叔喺2019年咧已經退下啦，咁所以喺2019年發生嘅社會事件咧就冇機會見到佢嘅表態係點樣。咁但係佢嘅兩個仔，包括李嘉誠、李家傑，特別係李家傑啦，就似乎係相當親政府啦，喺建制之中建制啦。咁李家傑本人亦都喺香港投資咗好多所謂創科嘅甚至話喺香港做芯片。咁呢個都某程度上係一個政治表態啦。咁亦都係表達出佢哋所謂愛國嗰個情況。咁如果相對之下咧，當然鄭家純本人新世界咧，亦都係更加係以行動去支持政府，包括係即使喺而家財困之下咧，仍然同好多中央嘅企業合作，包括華潤招商局係喺北部都會區咧做一啲新嘅發展。咁你見到咧係身體力行，盡量係支持政府發展北都區。咁呢個其實都可以理解嘅，因為始終政府俾到壓力落嚟，商人要表態去
發展一啲政府支持嘅項目都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個諷刺就係、即係鄭家純作為新世界嘅掌舵人，咁但係新世界近年個發展大家都知啦，債務高企，以至係喺新世界嘅企業管治上，包括係炒自己個仔鄭志剛，之後又撤換另一位行政總裁馬紹祥。咁其實喺投資者眼中咧，呢啲咁頻繁嘅行政總裁嘅更換咧，對企業嚟講咧，其實並唔係一件好事。咁其實講翻李嘉誠、李兆基、鄭家純，其實喺呢幾年咧，大家都會發現咧，其實而家爭論嗰個核心咧，係似乎去咗中央政府對商界嘅影響力。當然傳統上佢哋呢啲地產霸權過去，即係喺香港可以話即係已經係即係相當大嘅勢力啦，亦都係即係可以自由運作，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啦。簡單啲講，咁但係隨住中國政府對香港嘅控制加強咧，企業家就唔可以唔喺政治同商業利益之間咧係尋找一個平衡。咁就李嘉誠當然就係選擇喺體現咗佢用佢自己嘅商業智慧咧，喺全球市場尋找一啲最佳嘅投資機會。而家長和喺香港嘅收入同盈利咧，大概都只有1成左右。咁而放眼全世界咧，包括歐洲啦，以至係南美啦，以至係喺澳洲啦、加拿大啦，都係佢龐大商業王國嘅利益所在。咁但係調翻轉就係新世界就係保持同北京嘅良好關係，大量嘅業務主力咧仍然係喺香港同中國兩個地方。咁你見到咧，其實係一個咁樣嘅比較咧，其實都反映咗政治因素咧呢幾年喺香港個影響力。特別值得大家留意啦，北京對李嘉誠嘅不滿都唔係第一次㗎。幾年前嘅別讓李嘉誠跑了呢個言論咧，已經充分顯示出政府對佢嘅高度唔信任。咁但係而家調翻轉嚟講，最新呢個巴拿馬運河，即係包括出售44個港口、套現1500億港元嘅交易咧，似乎嗰個風波咧仍然係完全冇跡象咧係減弱，甚至係進一步惡化。咁呢個咧由最新咧，我哋見到長和咧，本來係喺星期四咧會公布佢嘅全年業績。咁過去嗰幾年咧，李澤鉅都有安排記者會同記者講長和嘅業務。咁亦都有分析員會議。咁但係根據最新嘅報導咧，唔單止係記者嘅業績記者會發布取消啦，甚至乎係分析員嘅會議咧，亦都係取消。咁呢個見到咧，可能係長和喺嗰個交易上咧，似乎係已經觸及一啲敏感嘅話題，或者係可能隨時會出現一啲變數啦，所以就暫時寧願係避一避風頭，唔出公佈咧，即係相關最新嘅決定。咁呢個其實都可以理解嘅。咁因為我哋見咧最新嘅彭博報導咧，其實已經係講緊咧，彭博引述消息講啦，中國政府當局咧已經指示旗下機構，包括係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研究長和嘅交易係咪可能危及國家安全同埋違反壟斷嘅規定。咁根據彭博講啦，就呢啲並唔係一啲特別有意味針對李嘉誠嘅行動嚟嘅，因為呢啲過千億嘅交易咧，就唔論係喺中國定係其他地方咧，呢種規模嘅交易咧，通常都會引發係監管層嘅關注。咁但係其實背後反映咧，似乎已經係去到一個地步咧，係中國似乎可能會用國家安全呢個理由咧，係插手呢單交易。因為其實成單交易本來咧就唔關中國政府事嘅，因為長和只係出售中港以外嘅港口碼頭業務，咁理論上咧就唔涉及到內地嘅法規。咁但係一旦掛上咗國家安全呢頂帽子咧，就呢個長臂管轄咧，就係唔單止喺政治上啦，甚至係喺商業行為上、商業嘅交易上咧，都會係即係影響力咧會更加大。我哋留意到香港嘅行政長官李家超咧，亦都有類似嘅講法㗎，因為佢喺行政會議開會之前咧，被記者問到
對長和出售交易嘅睇法。咁李家超都講咗啦，就話即係社會對事件有好多關切，佢認為值得重視。咁而更重要就係當被問到港府點樣回應中央嘅指責，係咪會動用香港嘅國安法阻止交易嘅時候咧，李家超就話任何交易咧需要符合法規，政府將會依規處理。正如頭先講啦，其實今次長和交易理論上係一個商業交易，亦都唔涉及香港，因為佢會保留香港同中國嘅貨櫃碼頭業務。咁簡單講，其實只要長和嘅股東特別大會獲得大多數股東通過咧，其實交易已經可以進行。你講緊可能係外國本身，譬如係巴拿馬，以至係一啲港口涉及嘅地區，會唔會有反壟斷調查咧？咁就相對合理。咁但係香港到底嘅角色係點樣咧？咁但係正如頭先講，香港2020年有咗國安法，以至舊年我哋基本法23條立法，大家成日都唔記得，其實基本法23條立法咧，亦都已經將經濟事務咧係納入咗香港嘅國家安全入邊，亦都係可能會涉及一啲嘅國家安全嘅審查，已經係將經濟事務咧，亦都係其中一個範疇。咁如果係咁樣用國安嘅名義咧，其實就因為李嘉誠嘅長和都係喺香港嘅上市公司，咁當然呢個長臂管轄咧，亦都會觸及到即係長和呢個交易入邊。咁到底會唔會中間有變數咧？我之前自己嘅評估咧，就認為即係成哥呢啲見慣風浪嘅人，而過去亦都試過好幾次，即係中央曾經指責過一啲長和交易，咁但係當時成哥都企硬嘅。咁我最初評估咧就係應該都會繼續撐住嘅。咁但係似乎由最新嗰個變數嚟睇啦，咁我哋見到咧就係無論係長和取消咗記者會，以至係喺國家嘅層面，似乎用到國家安全呢個名義去觸及今次長和嘅交易，似乎個變數咧就越嚟越大。但係其實長和夾喺中間咧，我相信其實選項並唔多。如果你長和喺呢一個 moment 係揀選取消交易，或者係將巴拿馬港口剔出成個出售嘅交易組合入邊啦，咁呢個就正正應咗咧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嘅講法，就係你中國國家咧對一啲港口碼頭，包括長和本身一間香港上市公司嗰個影響力咧，已經係觸及到所有香港上市公司，中國公司就等於香港公司，呢個就係即係魯比奧嗰個講法。咁你如果係咁樣做一個政治妥協咧，咁你其實長和以後咧就唔使旨意喺全世界咧再做一啲國際嘅投資噶啦，因為所有外國嘅國家咧都會將你長和咧係標籤為中國國家嘅一個企業，咁呢個咧似乎係好影響日後嗰個部署。咁但係到底中間可以點樣去化解咧？咁我相信以超人嘅智慧咧，就總有方法嘅，可能係透過唔同嘅一啲其他游說啦，以至係會唔會一啲國家嘅對國家另類一啲支持咧？咁係希望可以化解到今次個危機。咁最後想講咧就有啲官媒啦就標籤李嘉誠今次交易係出賣國家利益、民族大義。咁但係翻查翻李嘉誠嘅基金會，其實過去對國家對香港嘅一啲貢獻支持，其實真係非常之巨大。呢個亦都同阿四叔李兆基佢自己本人咧，亦都係做咗好多公益慈善嘅事務。咁呢個其實無論係李嘉誠、李兆基咧，佢哋喺即係喺愛國或者係愛港方面咧，我覺得都絕不懷疑。不過就係當你嗰個政治標籤個旗幟咧，係去到咁鮮明，用一個國家安全嗰個名義咧去製造一啲商業行為嘅時候咧，其實呢個愛國商人同賣國商人之間嘅較量咧，已經唔單單係關係個別企業嗰個命運，亦都係涉及香港整體經濟未來投資嗰個走向。因為呢個正正就係證明到底一國兩制喺而家外國政府眼中係咪仲係一個即係仍然可行，仍然係一個有效嘅一個憲制嘅一個責任咧？咁如果呢個交易最終係被政治壓力而取消咧，其實成個影響咧唔單止只係長和，而係相當咧將香港未來投資嘅未來咧係拱手相讓。咁今日講到呢度啦，咁希望大家鍾意我嘅片段啦，大家可以點讚、分享、留言啦，咁我哋星期三再會。